現年44歲嘅兩屆視后胡定欣單身8年，舊年同醫生男友公開拍拖。10月6號中秋佳節毫無預警送驚喜，喺 IG 宣布已於10月3號結婚，恭喜晒！請大家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多謝晒！胡定欣好鍾意唱歌，曾喺1999年參加無線電視舉辦嘅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，晉身最後4強，後加入無線電視第18期藝員訓練班，仲未畢業就俾監製潘嘉德點拍《衝上雲霄》，飾演馬德鐘個妹凌卓之一角，後成為無線旗下藝人。2012年拳王飾演一位聾啞人士，獲得第17屆亞洲區電視大獎最佳女配角。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2年最佳女配角。2013年憑《衝上雲霄2》榮獲最喜愛 TVB 女配角及最喜愛 TVB 角色。2015年中於劇集《鬼同你 OT》飾演女鬼姜蓉，後喺星和無線電視大獎2015獲得我最喜愛 TVB 女角色，喺 TVB 馬來西亞星光玩聚頒獎典禮2015奪得我最喜愛 TVB 女主角及我最喜愛 TVB 電視角色，成為大馬雙料視后。之後再下一城，喺12月13日舉行嘅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5中奪得最佳女主角。2016年係擔任第一女主角之後，劇集產量最多嘅一年。同年喺《城寨英雄》中飾演女主角，刁蠻可愛又重情義，憑此角色贏得星和無線電視大獎2016、TVB 馬來西亞星光玩聚頒獎典禮2016、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6三地嘅視后，完成大滿貫。而於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16所奪得嘅視后，更成為繼2012年鄧萃雯之後史上第2位女演員蟬聯視后寶座。胡定欣嘅感情生活一直備受外界關注，之前多段戀情最多都唔超過2年。2021年胡定欣接受黎芷珊主持嘅單對單訪問，當時以單身6年幾嘅佢，直認對愛情曾經感到好灰心啊！我相信會遇到嗰個人嘅，但係可能緣分未到咯。有陣時都覺得自己有可能會孤獨終老㗎。佢喺18歲參加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，識咗吳浩康，兩人拍拖2年，喺2006年分手。當時有傳男方移情別戀，因莊思敏介入而分手。其後胡定欣否認同第三者有關。佢同馬國明喺2008年拍攝《舞動奇蹟》結緣，當時兩人高調拍拖，成日一齊上落班。其後有傳女方嫌棄馬國明性格太悶，拍拖唔夠1年就和平分開，再見亦是朋友。直到2012年被傳媒撞破同圈外男友拍拖，兩人拍拖2年，感情穩定。喺劇集《名門暗戰》宣傳嘅時候，突然間又宣布分手喎。2015年宣傳劇集《鬼同你 OT》嗰陣，就承認同著名音樂人陳明道拍拖。第2年突然間喺 IG 提到在呢段過去嘅感情，稱同陳明道係好友，力撐對方喺事業同感情上都好專一。除咗4段公開嘅戀情，同陳展鵬情侶檔拍攝同文，被外界公認係一對。其後陳展鵬被爆同線文由摸黑上山調情，陳展鵬即刻同胡定欣撇清界線，我從來都冇同過佢拍拖。兩人一度傳出反目，並取消 IG 追蹤。有傳胡定欣覺得自己俾人買上台啊，自責上咗賊船，冇帶眼識人。咁胡定欣喺無預警之下，於社交平台分享咗多張同醫生老公嘅唯美婚紗照，並留言表示
正式成為人妻，獲得全城嘅祝福。馬國明都有喺其貼文下留言，而之後接受訪問，馬國明就用12個字祝福對方，祝佢哋白頭到老，身體健康，恩恩愛愛。問到已成為人夫嘅馬國明，有冇夫妻相處之道可以過兩招俾阿定欣嗰陣，佢笑言啊，自己就唔識教人啦，但係兩個人一定係相處過覺得冇問題先結婚。佢透露未見過醫生嘅真人，但係大讚兩個人好登對。咁點解要低調進行呢？其實對於感情嘅事，阿定欣一直都保護有加，或者可能佢為人低調啦，就連訪問嘅時候被問到同男友相關嘅事情，都盡量不提。喺9月阿定欣出席 TVB 節目《家傳之寶》記者會嗰陣，就曾被問到男朋友會唔會介意戀情被公開，佢就回答啦，都收埋過嘅。咁而家公開都係好正常啫。之後又問會唔會考慮結婚啊？咁佢就窒咗半秒，之後就答過程嚟嘅啫，適當時候就做適當嘅嘢啦，哈哈哈。咁而家睇翻呢，當時其實已經計劃好結婚噶啦。咁有指促成阿定欣同佢嘅醫生男友嘅媒人就係阿洪永城，而本身呢位醫生同阿洪永城亦份屬好友，咁因而洪永城夫婦同阿胡定欣夫婦4人不時聚會，但洪永城澄清真正嘅媒人其實係阿Bob林盛斌啊。今日阿Bob現身將軍澳出席無線節目《公理讀大學》嗰陣，就接受訪問今朝一早就收到阿定欣寫好私人嘅短信俾我。睇到都覺得好感動啊！見到佢哋舉行婚禮係一件好正嘅事嚟㗎。佢哋係好低調，突然閃出嚟我先知。見到佢公佈嗰一刻，我係好開心。被問到4名子女生活開支大唔大，阿 Bob 就話啦，梗係大啦。雖然小朋友佢哋係讀政府學校，唔使好多錢，但係佢哋嗰啲課外活動好多。家姐有佢哋嘅嘢要學，細佬就學劍擊、柔道、小提琴。但係原來學劍擊真係唔係普通朋友可以承受得起嘅，器材真係好貴，教練又好貴，book場仲貴，咁所以呢，佢真係要俾心機咯，揾錢計起嚟用喺佢哋啲小朋友嗰度嘅開支呢，每月即係成10萬蚊。不過講真呢，佢話自己呢基本上冇乜使錢噶，淨係記得喺8年前呢買咗部車俾自己，咁之後就乜都冇買過啦。而家着嘅衫都係99蚊件，條褲都係199嗰隻，自己都冇物欲噶啦，全部都係留翻嚟俾晒啲小朋友啦。洪永城接受訪問嗰陣亦都對一對新人送上祝福，表示當佢同老婆知道兩個人結婚嗰陣感動到眼濕濕。兩個好人喺好嘅時間遇到一段好嘅愛情，最後就得到一個好嘅結果。洪永城盛讚佢嘅男性好友係一個負責任、有交代同埋非常識得照顧人嘅好男人喺呢個方面贏咗好多人噶啦。被問到有冇出席兩個人嘅婚禮，洪永城就話冇啦，一對新人就好低調嘅。咁喺個相度見到婚禮喺國外舉行有一片好大嘅草地。定欣貼出嘅首批婚紗照有5張，有切蛋糕、手拖手等等。咁之後佢又加碼post 咗更多嘅相啦，有佢攬住老公嘅正面相啦，老公喺後邊攬住佢閃到漏嘅相啦。咁更以14隻字透露自己成為人妻嘅心情。好時辰先揾到你，天公對我真好咁呢位老公陳建華係一位外科醫生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及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。喺2012年開始加入無國界醫生，除咗疫情期間，幾乎每年都出任務，曾經去過巴基斯坦、南蘇丹等地方進行救援工作。
之前喺公立醫院做，年假全部都攞嚟出任務，放完年假就用無薪假。後嚟去轉為私人執業，時間比較彈性。離開香港嘅時候冇收入，兼白交租，都覺得無悔啊，善心爆棚啊！咁喺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但願人長久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